我係 Roger， 專業係家私訂製。我係 Dennis， 專業係不鏽鋼生產商。我哋係 Action 嘅 Dream Referral Partner。要應對變化嘅市場，公司一定要投放資源做 R&D。喺 BNI， 我哋揾到低成本、高效益嘅新 R&D 方法，即係 Referral and Development。未入 BNI 之前，唔敢亂做 referral， 驚連累咗個客戶，仲影響埋自己嘅信譽。但入咗 BNI， 我哋發現可靠嘅人脈圈係可以建立出嚟嘅。透過121深入了解彼此，配合 Traffic Light 系統，好快就知道邊啲係穩陣嘅轉介。我哋更將唔同嘅行業整合入傳統嘅業務，開拓新客戶群，例如學校啦、政府、大型工程等等。年幾前 Action 只有30幾人，我哋已經做到超過300萬嘅生意。呢半年人數 double 到60幾人，當中有近20位工程嘅會友。我哋嘅生意額急升3倍，突破1100萬。原來分會嘅人數都可以係生意嘅指標。多謝呢個驗證可靠度咁強嘅系統，所以我哋提早續會2年。因為我哋都想俾人知道，我哋係可靠可信嘅 Referral Partner。多謝 Action Chapter， 多謝 BNI。